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第1到第9节、24节还有35节。约伯记39章第1到30节。路加福音第22章24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想要当老大。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将近差不多3年的时间，他们好像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真正的呼召，他们竟然真的想要当老大。其实要当老大也可以，可是呢，必须要有2把刷子才行。耶稣的门徒彼此争论谁比较伟大，基本上呢，他们都是误解了耶稣基督的呼召。所谓的本位主义太重，他们没有学习把他们定睛或是注目在基督上帝的身上，而是太过于重视自己的利益了。最近在教会公报上面刊登了一则的广告声明，某个教派的执行单位刊登广告声明说，有该教派的某些退休人员组织的一个团体，他们的发言不代表该团体，这就有一些伦理上面的混乱。那我们之前也谈论过一些有关于牧会伦理的事件发生，包括《新使者》杂志曾经刊出有关于韩国非常著名牧师的问题，也有退休牧师的伦理问题，也有教会长老出现财务管理的问题，那小到各同工之间服事的界限的问题。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错将呼召当菜招，错将仆人当主人，地位的混淆。他们就好像亚当在当时候伊甸园所犯的这个人类的原罪一样。在约伯书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看到约伯在面对他的大灾难的时候，基本上在心态上就是有这种怎么可能是我？上帝不应该这样对我，或者说，若上帝是公义的、存在的，是保守我的，那上帝就不应该让我受到这样的困境。基本上呢，这些心态都是反客为主，高举自己的地位。在约伯记39章，上帝对约伯说：你知道野山羊几时出生吗？你看过野鹿怎样生产吗？他们怀胎多久？他们什么时候生产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们几时蹲下把幼儿生下来吗？他们的幼儿在荒野逐渐壮大，奔驰而去，不再回来。谁把野鹿放走？谁解开绑着他们的绳子？我把旷野给他们做住处，使他们住在野地。他们远离城市的嘈杂，不受人的驱使。山也是喂养他们的牧场。他们在哪里找寻青绿的食料？野牛肯为你服役吗？他愿意在你的槽边过夜吗？你能用绳子拉着他耕犁，或叫他在田里拖拔吗？
你能依靠他的力气把出众的工作交给他吗？你能信赖他把你的收成带回家吗？替你收据禾场上的谷粒吗？其实在约伯记38章一开始到这个经文，上帝就一直在提醒约伯，要去回顾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。上帝也提醒了约伯，要去思想是谁创造了、管理了世界，又是谁赐下了恩典福气。上帝问这个约伯说：“你是谁？竟说无知的话，对我的智慧表示怀疑。你站起来，像一个有勇气的人。你要回答我问你的话。”这是在约伯记38章第2到第3节。门徒彼此争论谁最伟大。他们这种事情不是只发生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的门徒发生过。现今的门徒，我们说的基督徒，其实也在发生当中。今天的经文是对我们说话，在提醒今日的基督徒要成为教会或教会机构里的仆人领袖。24日早上主日信息，牧师将会谈到这个主题。基本上仆人领袖是几个概念。一是领袖，在福音上我们当然要成为领袖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去成为影响别人的人。第二个，这个并不是叫我们骄傲的坐在大位上这种领袖。第三个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：“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”这是约翰福音第13章14到17节。我们知道，基督徒的呼召就是成为一位服侍者，不是要自视为高，坐在高位的争论谁伟大，争着坐大位置，这些其实都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也不是基督给我们的呼召。愿主的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位谦卑服侍的人。主耶稣基督说：“列邦的君王做主来治理，管辖的称为恩主。若是而统治他们的被称为所谓的救星了哈。但是你们不应该这样，你们当中谁最大，反倒要成为最年幼的。做领袖的应该要像仆人，在那坐着吃喝大的，还是伺候他的大呢？当然是坐着的大。然而我在你们当中是伺候人的。”我们最后再一次用诗篇104篇的经文作为我们的反省跟祷告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。上主，我的上主，你多么伟大！你穿戴着威严光荣，你披上亮光做外袍，你铺张穹苍，如大帐篷。你在高天的水上建造住所，
你用云彩作为战车，借着风的翅膀奔驰。你以风作为使者，以闪电作为仆役。你把大地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，使它永永远远不动摇。你使海洋向外袍覆盖地面，你使众水淹没群山。你一斥责，水就奔跑，众水一听见你发号施令，就都奔流。他们漫过山岭，流过峡谷，汇流到你所划定的地方。你定了界限，叫他们不能逾越，使他们不能再淹没大地。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。遍地充满了你所造之物。愿人都从地上消灭，愿那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，让我们不相争，让我们不高傲，愿意学习基督，谦卑地爱人、爱上帝，能够得到主的喜悦。阿们。